可真正能結束。聖上人人祈求上帝賜予比富有更富有的貨幣，卻超出所需要。然而靈魂活着是為攀登貴位才盡興吧，定有更偉大的答覆，用呼吸栽種最豔美的花，投去。戰場處處鐵炮聲響，遠方的你我聽不到哀號，細看有對愛人仍然在世感觸，烽煙裏抱緊擁吻來慶祝，聖上人人成為上帝，創化比世界更美態的美麗，讓蒼天分黑了，從來渾渾密密活在寬廣宇宙，成就燦爛，再揭示偉大的答覆，用呼吸栽種最豔美的花。